好，谢谢各位同学、各位来宾、各位校长。这很像高中的那个成果展，也太可爱了，气球哎。好，很开心你们都陪我到最后，也一起经历过夜店这件事情。好，很快时间差不多了，海边的孩子，风德圆满。都还没有唱最后一首歌就安稳，太不给面子了。太激动，喊错时间，会很尴尬。好，前阵子都很累了，还有很多新的想法，也很快希望可以执行得很顺利。我的第2张专辑6月30号发行，7月5号演唱会开始。希望请你们给原住民就业的机会，请多多买门票投资一下啊！希望演唱会的规模越来越好，表演越来越有趣啊！也回馈给大家。那当然，我有更大的能力，会有回馈我自己的部落，好不好？拜托你们了。黄一平哦。好，那就这个表演结束，应该就没有什么表演，就还是继续把专辑的收尾的工作去做完。然后也一样，就是今年演唱会结束之后，还是会回去我自己部落参加我们自己部落的活动，就除了带更小的弟弟妹妹继续我们的传统教育的训练，还有我也会回去参加丰年祭。如果你们想看什么，也可以来，好不好？好。但是我在那时候的形象不怎么好，大概都是半梦半醒这些，应该也蛮累的，因为刚发完片就要回去参加部落的活动。然后我不及时工作很忙，可是我还是很想要回去所以如果没有去过都兰的，搞不好今年也可以趁着这样的机会回去看看那个都兰国小书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边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认识一下，再回来就是继续跑专辑的工作，然后我会带部落的弟弟们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像今年还会办行脚，因为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好，我们部落好，我想要把这样的讯息也带给其他。就是部落里面，就他们其他部落可能没有什么年轻人回来，都是老人家，然后把我们部落的年轻人的那种活力分享给其他的阿美族部落，然后就会去用走路的，有没有看过阵头？有。还好我们没有背三太子，我们只要拿竹竿就可以，还有搬刀，我们就去拜访每一个部落，然后也告诉老人家说年轻人会回来，也希望他们好好的。下一代就是可以期盼的告诉我们努力做好，继续维持这样很好的文化跟大家分享。我常常说就是我们都没办法选择我们出生在哪一个家庭，然后我们会是哪一种人，或是哪一个国家，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们没办法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当兵2年奉献给国家，我自己也承诺我也要奉献2年，奉献2张专辑，奉献给我自己的族群。现在很流行募兵制，我欢迎非原住民的朋友们来服原住民兵役。好了，文化不是协同，文化是认同。你不是日本人都可以喜欢吃日本料理，你不是韩国人都可以哈韩，那你不是原住民一样可以哈原住民啊。好，最后一首歌一起唱吧，这是我常常教大家唱的一首歌，是阿美族的传统唱歌的方式，一个人领唱，其他人答唱，答唱的人会给领唱力量，我需要你们帮我答唱，好不好？
呀那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啊哇呀那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啊哇嗨呀哦咿哟咿哟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不会唱的就一起唱哦，学着练习啊，好不好？有的是第一次来的，你要教他哦，然后照顾他，给他气球，然后告诉他一定要唱，哥哥说不能放弃自己。